我从里天来，很明确哦。但是里天来，咱嘛是要回归本位。你过程你若无去拍拼，无勇敢的信仰提出来，无接下来力量运用往前走，里天要回去的路漫漫长。我们说的他吧，开始。爱这天是雪白。幸福等待，海浪花又起开。我想千里万是被与我同在，无限这样爱在心怀。还是路过得快，不愿迟疑催等待。这修道年代，怎可有余徘徊？要徜徉天空，有我每一个愿海，人人都有爱渐入来。船缓慢载，渡过生死海，不怕浪澎湃，不怕海洋晒。船缓慢载，渡过那江海，信息不要快，目标是要开。大从地天来，看这天是雪白。练习不曾等待，快乐很勇气开。只有小千里外，是被与我同在。我真正结会在心怀。光阴过得快，不愿迟迟等待。要看这个年代，像有一徘徊。要徜徉天地爱，我每一个年代，人人都有爱渐入来。来哦，把手慢慢在。要让他们在，不管生死海，不怕浪澎湃，不怕海洋晒。把船慢慢开，渡过那江海，心情不要摆，目标是要开。把船慢慢开，渡过生死海，不怕浪澎湃，不怕海洋晒。把船慢慢开，渡过那江海。信心不要改，目标是要开。慢慢在，渡过生死海，不怕澎湃，不怕海洋晒。把船慢慢在，慢慢开。信心不要改，目标是要开。把船慢慢开，渡过生死海，不怕浪澎湃，不怕海洋晒。把船慢慢开，渡过那江海，信心不要改，目标是要开。一起对白，一起跟起来，后面一起就是白，动态。后面那几句啊，把船啊要满满载，爱满满的载哦，啊信心嘞，会使摇摆，有无？信心会使摇摆，所以啊，目标伫倒位，把船满满载啊，目标，摇来就是安那，回归本位啦，咱每日就是爱回归本位啦，吼，啊因为好学，真正是真学班啦，啊才疏学浅，咱今仔来学习的过程有错误也是不足，盼请咱师父甲咱写做一款，咱今日各位所长，咱各位理在各位成员内底，会当互其他的得得来指正。然后讲了较好听啦吼，其他比册啊，吼，因为其他呢，已经连续讲4点半钟的课，所以实在嘛有较歹势，真正有较歹势吼，因为上好的课咱就太了摕一半去啊吼，所以后壁遮就真正较侪过程。但是呢，不管侪少的过程，其他拢有新的学习，这嘛是后续要跟各位浅显来报告。其实不管你今仔几岁，不管你今仔你的身份是啥物，只要你有心，8点钟可能嘛当讲，毋是4点半钟尔。然后的感受是安尼啦，吼，会当突破很多的万难，只有你毋惊困难，就无困难。
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掌握着生命发展的契机了。感恩，谢谢。谢你们慈悲前导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三正子一鞠躬。